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用可變電阻嚟控制伺服馬達嘅旋轉角度。首先，我哋攞一個可變電阻出嚟，將佢三隻腳分別插喺麵包板嘅 B1、B2 同 B3。跟住我哋駁可變電阻嘅線，由 E1 駁一條線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，而 EE 就駁去 Arduino 嘅類比輸入 A0 腳位。最後一隻 E3 腳就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。之後，我哋攞個伺服馬達，留意返佢有三條引腳。首先，接地引腳，我哋用黑線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；電源引腳就用紅線駁去五呼；而信號引腳，我哋用駁去 Arduino 嘅 D9 腳位。最後，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駁去 Arduino 嘅五呼腳位；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駁去 Arduino 嘅 GND 腳位。好，硬件嘅電路駁線就全部搞掂晒啦。跟住我哋打開右上角嘅程式碼，呢段 code 嘅重點係先引入伺服馬達嘅函式庫，並建立一個物件。喺 loop 主程式入面，系統會透過讀取可變電阻嘅電壓數值，跟住利用 map 函數將呢個零貼近1023嘅數值，按比例轉化做馬達旋轉嘅零貼近160度角度，最後直接控制馬達轉動。check 完個 code 冇問題，就可以點擊開始模擬。你睇，當我哋去扭動粒可變電阻嘅時候，隨住數值改變，伺服馬達嘅指針就會跟住一齊轉動或者改變方向。呢個馬達角度控制就係咁簡單，大家快啲跟住試下啦。